教育界大事件来关心的是，针对这台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，这教育部、国科会也有卫福部，即马是要全面来清查计划主持人陈庆忠，也有教练周大英，这两个人因的研究计划也有因的论文。那准这周大英博士论文是违反着人体的研究精神，安尼相当是撤销伊的学位。 下晡4点半开到暗时9点外，这场会议，教育部、国科会、卫福部针对台师大查某骹球抽血争议，讨论研究伦理，学生高一个对口，学生辅导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，才作为内底研究伦理开上侪时间。两位老师研究计划清查范围，我们会从两位老师从任教开始，他所待过的服务学校，只要有执行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。 我们都会来进行检视。只要是有涉及到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，我们会请这个计划它先前是通过哪个 IRB 审查的，我们都会要求这个 IRB 要重新去清查研究者有没有按照审查计划去做进行。 全面查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甲教练周大英的研究计划和学位论文，学生已经提出也是外界检举的计划，由教育部 IRB 实地查核，国科会甲体育署全面查体育学领域，佮有运科计划，敢有运用到血液的建本。教育部一礼拜来按照清查结果，只要用到血液的建本，就送国校 IRB 立案调查。 根据结果，若发现新事情也是违法，按照经济轻重办理重新裁罚。周大英的博士学位论文相当是撤销学位，也若周大英的教练证因为确定霸凌，达到教师法改评，而且一世人袂当担任教师，也是4年袂当担任教师的要件，会要求中华民国脚球协会较严格来审议，确保本案的审议处理符合比例原则跟相关规定。如果有不符，教育部我们会要求。 中华足协重审。北检透早以新闻稿表示，调查局台北市调处昨向中央大学调相关的研究计划资料，也去台师大了解研究计划行政程序事项，以证人的身份约谈一位男性的研究助理，获申请回。另外，针对教育部要求台师大教评会重新审议对周大英的处罚，台师大下级教评会会伫今日中昼召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